我之前隻手痛咧，只可以呢個高度，但係做完治療之後咧，我隻手可以到咁高啦，同埋個膊頭咧唔會再痛，唔會再有拉扯嘅感覺。之前整傷咗個膊頭同埋個手踭咯，大半年前度，後來就變咗肩周炎咯，呢度都好痛，直情遞手咧都遞唔到咯，只可以遞到咁上下咯，咁手踭又屈唔到，痛到我情緒好低落，俾人見到你隻手咁樣咧又遞唔到，唔好聽到好似殘廢咁樣，自己匿埋屋企咯，唔想出街，唔想俾人知道我痛到個程度係咁嚴重，有個唔開心咯，有個擔心我隻手會唔會可以舉翻起咧，照翻平時咁正常嘅生活咧咁樣，就喺 Facebook 見到有機能再生，做完之後個人都好開心，好舒服咯，話啲肌肉冇以前咁緊咯，同埋伸展度又大咗咯，有明顯改善啦。之前可以咁樣，跟住而家就即係遞高咗好多咯，同埋手踭都會屈到，即係做完之後個人都好開心，係真正幫到我咯。而家唔使啦，都唔使靠晒左手啦，即係左右手都可以用，成個人都輕鬆晒。好多謝機能再生。我會俾機能再生10分，好滿意。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